疼痛，身体疼痛的我袂想。万国啊，恁着学乐耶和华；万百姓啊，恁着称呼伊，因为伊对咱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永远伫地，恁着学乐耶和华。亲爱线上的兄弟，大家平安。咱每一天早起来学乐主，开喙学乐祈祷主，将全新的一天摆在主的面前。学习开喙就学乐，咱一心要学乐耶和华。我要我的是要来学乐我的主，因为学乐就是快乐，快乐带来胜利，带来拯救甲祝福。阿免。亲爱兄弟，这时咱要来学乐咱的主，哈利路亚。透早起来学乐主，透早起来学乐主，因为透早起来见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学乐主，透早起来学乐主，因为透早起来见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我将我的生命交托伊，因为伊是享受平安的主。我将我的一切仰望伊，因为伊是创造万物的主宰。透早起来学乐主，透早起来学乐主，因为透早起来见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学乐主，透早起来学乐主，因为透早起来见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我将我的生命交托伊，因为伊是享受平安的主。我将我的一切仰望伊，因为伊是创造万物的主宰。透早起来学乐主，透早起来学乐主，因为透早起来见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学乐主，透早起来学乐主，因为透早起来见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的耶和华，因为伊一关一段，恁着爱学乐耶和华，因为伊是定，恁着爱学乐耶和华，伊有永远的主爱，恁着爱学乐耶和华，唱歌学乐伊。恁着爱学乐耶和华，因为伊是定。恁着爱学乐耶和华，伊有永远的主爱。恁着爱学乐耶和华，唱歌学乐伊。
谢主，恳求主，你用你大能的双手来坚固阮。恳求主，按照你的主爱甲怜悯，按照主你的丰盛慈悲，擦消阮的过犯，将阮的罪除去。阮谦卑来到主你的面前认罪悔改。恳求主帮助阮，互阮活出下主心意的样相。阮活靠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甲主建立和谐美好的关系。求你甲我创造清气的心，互我有我心坚定的心。求你甲我创造清气的心，互我有我心坚定的心。使我千万年见我，互我的心会变老实。求你甲我创造清气的心，互我有我心坚定的心。求你甲我创造清气的心，互我有我心坚定的心。求你甲我创造清气的心，互我有我心坚定的心。使我千万年见我，互我的心会变老实。求你甲我创造清气的心，互我有我心坚定的心。使我千万年见我，互我的心会变老实。求你甲我创造清气的心，互我有我心坚定的心。阮伫天灵阿爸爸上帝，求你赐主爱甲怜悯，赦免阮一切的罪，互你的国降临伫阮的中间。亲爱的主，你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以马内利的上帝，你是掌管万有的主。你知这是台湾的百姓犹原受到疫情的威胁，愿要迫切恳求主医治台湾这块土地，互疫情紧紧受到控制，百姓恢复正常的生活甲礼拜聚会。求主，你为天顶阿耳空听阮伫你面前的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以马内利，上帝甲咱同在，荣耀君王，我心里唱歌。以马内利，风雨中有光芒，上帝同在，心的平安。
玛利里，上帝甲咱同在，荣耀君王，我心向你唱歌。以玛利里，风雨中有光芒，上帝同在，心地平安。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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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大能无人通敌。现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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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雨中多多仰望你。以玛利里，上帝甲咱同在，荣耀君王，我心向你唱歌。以玛利里，风雨中有光芒，上帝同在，心地平安。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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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荣耀无人通敌。现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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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中多多仰望你。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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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荣耀无人通敌。现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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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中多多仰望你。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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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荣耀无人通敌。现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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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中多多仰望你。荣耀的主，愿感谢你，是因为你的恩典，打予阮留阮今仔日的开始。主，阮感谢你，是你的恩典，予阮会当来到主你的面前来敬拜你。虽然主啊，阮毋是伫教堂，主啊，总是阮是伫教会中，因为主，你讲，若是有两三个人组织，主啊，你就伫阮的中间，阮要感谢阿罗你。主，阮感谢你，你的荣耀就伫你甲阮同在的所在。阮感谢主你，伫疫情中间，虽然阮艰苦，虽然阮无方便，虽然阮心会惊吓，虽然阮的心真济时阵，我毋知要安怎。总是当阮仰望主你的时阵，主阮就知主你甲阮伫地，就亲像每一天的日头一样。就算是落雨天，主你嘛伫这个云上的太阳，你永远甲阮伫地。感谢阿罗你，你予阮有这个福分，阮会当来全人全心来敬拜阿罗你。愿阮的敬拜正做芳的祭，献伫主你的面前，愿你感纳。阮安尼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谢谢。亲爱兄弟姊妹平安，真欢喜伫主日的透早，咱阁会当来敬拜咱的主，咱嘛会当来关心，奉咱主的名所设立的家人长老教会，咱教会的代志，大大细项的代志，虽然咱袂当见面，总是咱也是有连结的。咱来看咱的报告，牧师要来邀请咱大家，会使甲你的手机摕起来，因为咱等的报告有真济所在，咱是爱来 QR code， 安尼你会更较清楚哦，哈。今仔咱有看到这个疫情，咱同款咱虽然无接触，零接触，总是咱就零距离哦，咱透过咱的这个线上
的聚会，也是小组、小组咱拢会当来彼此会当有连结，甲上帝甲人拢会当有来连结所以咱会当来看这个咱的 QR code， 咱会当来甲伊扫进去，咱就会当照时间礼拜时间，咱会当有来连接下一面咱来看咱小会的报告咱入来咱教会咱就爱有这个实联制咱入来尽量咱也是唔通来教会咱用网络来到底来组织接下来就是咱的小会报告。另外一项代志就是伫咱的教会这个，咱来改扫一下咱的这个实联制咱入来的时阵，咱通好就互政府知影有一个交代咱配合咱的这个政府伫7月12日，咱才会当可能会当来解除所以咱的小会也是决定咱要改伫7月24来召开小会伫7月25甲31要来举行圣礼典。咱若是有要洗礼的兄弟姊妹，请伫7月11之前，咱会当由牧师也是咱的行政的干事来报名咱的社区。不管是文创公园，也是咱的恩友，也是咱的各种的服务咱拢共款即马暂时来停止，为着防疫的关系咱虽然无伫教会中间，总是教会悠远的进行上帝一条拢无改变所以咱对上帝的感恩，咱嘛是无改变咯所以请咱来支持咱用线上的奉献的方式咱会当有下骹的即个管道不管是汇款也是即个邮局银行咱汇款了后，就甲教会来讲咱教会有缘会甲伊伫过长的礼拜会当来放伫咱的周报，咱的周报会用电子版当然嘛是有印出来，总是咱也是片面来到伫教会你若有需要会当甲小组长讲你也汇款了后，请来甲咱的会计干事来通知，咱看出来了后，这会是一个真信的证明咱教会会计，咱教会的会计各方面，咱拢是真正公开所以咱也需要有这个的动作不管是什么人拢会当明白教会财务各种的情形。咱嘛伫青年有劝说晚安，每一天礼拜暗时9点，咱要上班进前咱来这个4千牧师伊会来讲故事，互咱有大的启示伫拜四暗时嘛有嘉亲来才讲要讲啥物讲大家拢有兴趣，特别是少年人有兴趣咱若是毋是少年人咱来听了咱嘛愈来愈少年，知影少年人因关心的是啥物。伫今仔日即个时阵咱的优普牧师嘛，甲咱的儿童斗阵的礼拜咱用 Google Meet 的方式，所以咱若是家长，也是咱的小朋友未参加 Google Meet， 请咱较紧即马就来参加 Google Meet 咱有遮尔济的小朋友要升国中，要升国小甚至每一个年级拢爱升级所以等一个优牧师就伫线上要为着遮毕业生来祝福来祈祷。咱的这德福嘛，同款咱的好朋友咱7月12日希望会当来见面伫松大这个律师法服会因非常用心感觉伫这个世代无人知影明仔载安所以很紧急用线上的方式来讲遗产继承要透过吴宜德律师，咱嘛是用线上请咱这个 QR code。若是爱10点半、10点20，你也 QR code 入来，才会当入来若是你想要了解，请你会当来上咱的全人生命教育协会的这个粉丝网咱会当搁较侪会了解再来，咱就是真艰苦心嘛恳求主来安慰这个大鹏兄伊伫6月23来蒙主恩召安歇伫主的怀伫7月30号要来举行个别的各种的事宜，总是咱知伫防疫的这个期间大家可能无法度来参加，总是咱会当为因来祈祷，恳求主来安慰这遗族咱三角来读今仔日上帝要互咱的金句记载伫雅各书5章16节，请咱斗阵来读，请恁着三对认罪，三退祈祷，通得到医好。义人的祈祷，伊的气力有大功效。咱来搁来读一遍啥物人是义人呢？
你甲我，因为咱是因信来称做义的。信是啥物？就是相信。这个相信，毋是干那你相信尔，有主的信甲咱伫底。所以每一个人，若凭着信心来祈祷，咱的祈祷是大有功效，是大有气力的哦。咱用大有气力，哎，这个口气哦，吼，来领受，用信心来领受上帝予咱的话，请。恁着三对认罪，三腿祈祷，通得到医好。义人的祈祷，伊的气力有大功效。雅各书5章16节。咱要来献上咱的祈祷哈，咱要斗阵来唱。你若是伫咧厝你会当用你一个信封，亲像牧师一样，甲信封、甲钱放在信封的内面，你会当摕来教会，也是你用汇款，也是你用卡片，拢会使哈。请咱用虔诚的心，将家己来献上咱的感谢，请咱斗阵来唱。心归你一生的疲惫，义无相思到时行，主耶稣基督，奉献感恩的心归你一生的。疲惫，义无相思到时行，主耶稣基督，一生荣耀的正最永忠，颂扬的正最苦。大树，这是荣耀的最永忠，颂扬的正最苦，拢因为主已经最佳。大树。慈悲听阮的阿爸爸上帝，阮满心感谢落你。在疫情的主日，你犹原予阮会当透过线上的方式来敬拜你，真正是大大的福气甲恩典。主啊，你是全能的主，由你怜悯医治台湾这块土地，互万百姓拢会当来承受你的宝贝查某囝。这时，阮奉献你所赏赐的时间、金钱、才能。求主欢喜感觉，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请坐。咱要来读上帝话语，因为上帝话语要真做咱这个疫情中间真艰苦的时阵会帮助甲提醒，互咱有一个愿望。请咱来读这个诗篇51篇第1节、第2节、甲第10节到12节。佮上尾会读咱拄只即个雅各的书1节，请咱来准备哦。即个诗篇51篇就是大卫王伊做王了后伊犯了奸淫，伊甲即个拔示巴来同房犯罪得罪上帝。总是主听伊，无互伊就安尼来犯罪。到主来见面的时阵，互上帝拍尻川，是上帝听伊来管教伊，透过先知拿单来见伊所以就来做这个。伊知影了后，伊悔改认罪的诗。今仔咱读的这个诗，就是伊所认罪的诗哦所以咱要开始来读哦咱准备敢好？好咱大声来读上帝话，请。上帝啊，照你的慈爱怜悯我，
照你丰盛的慈悲，撤销我的过失，将我的罪恶一尽洗除，也洗清我到无罪。上帝啊，求你甲我创造清气的心，互我的内面有换心正直的心，毋通赶我，互我离开你的面，毋通对我收回你性的心。求你，互我也有缘会得到你救恩的快乐。想使我有自由的心来扶持我。搁另外一个所在是伫雅各书5章16节，就是咱拄则读的金句。来，请恁着三对认罪，三腿祈祷，通得到医好。义人的祈祷，伊的力量有大功效。这个时代，伫这个时阵，咱真需要主来清气咱，毋那干那清气咱的心。咱会讲主啊，恳求你敢会当这个时来清气伫冰冻，互咱真烦恼的，就是印度变种的病毒。主啊，恳求你来清气，因为干那你是会当清气迄看袂到的病毒。主，你是看袂到的上帝，总是主你有大权力，你才有法度来清气。咱们三甲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你永远甲阮伫地，你是以马内利的主。主，阮今仔日读了你的话语，知影代笔犯遮尔大的罪，总是主你有缘，互伊机会，你管教伊。主，你互伊得到清气。互伊搁一遍有机会转到主你的面前，领受上帝你的恩典。主啊，阮要恳求你怜悯台湾，怜悯全世界。主啊，人类自私自利自义，主啊得罪着你，恳求你赦免。透过这边一个新冠状病毒所教导阮的，主啊，互阮真正会当悔改认罪，离开阮的歹。阮转来到主你的面前，恳求主你来清气阮的心。主啊，恳求你来清气台湾。主啊，恳求你来清气全世界，才会受苦受难。主你所听的世间人，因为主干那你会当来拯救阮。恳求你启示阮，读了你的话语，搁照安尼去行，会当成做阮今仔日，互阮成做见一生的恩赐甲祝福。我来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咱的主要来医治咱、清气咱。那按照即马咱所了解的，应该是这个疫苗的发明，疫苗会当互咱大部分的人会当得到一个限度的这个保护。咱看到亚洲真侪国家，因是无啥想要注这个疫苗，因为因有的人感觉讲这个蛋白因是吃素的，因袂当注这个，佫足侪奇奇怪怪的原因，所以各国的政府拢真烦恼，到底是要安怎，互伊的人民会当来乖乖来注这个疫苗？咱看到泰国，不管泰国也是这个印度嘛好，印尼嘛好，因拢啦，你来注疫苗，互你会当摕到牛，摕到鸡，甚至佫有送一间厝的。用各种方式，咱就看到讲，哇，也是无够力啦。但一个较上够力，这个大哥就有够力。这个菲律宾这个大哥讲，你若唔敢注有风声吼，我拢甲你关起来。咱就看到种疫苗，有的人用软的，有人用钉的，就是要爱互这个人民会当得到保护。总是人民袂当了解，因为因唔知影这疫苗对因有啥物帮助，就是人拢无想到，无意识到。莫讲别人讲咱家己就好。去年的即马咱根本都无疫情，所以伫个5月初、4月底的时阵，咱开始种疫苗的时阵，咱台湾人嘛无人要爱种，无人要爱注疫苗，根本都无人要囥啊过期啊。总是咱发现，伫即个3级了后，哇，大家抢诶，烧抢啊，毋那干那烧抢，佫偷去注，因为还袂轮到伊。总统讲，若轮到你，你就去注。总是安那，有人就是还袂轮到伊，伊安那用特权嘛要去注。咱有发现无？在2礼拜、3礼拜的时间，人的想法无共款的时阵，
就影响人做的决定。当开始做了后，足欢喜的，总是有人开始做了后有足侪副作用，特别是长辈。总是咱看到专家讲，这甲疫苗是无关系，总是有的人也是心惊啊，就开始烦恼啊，到底是要做还是毋做？要做还是毋做？哎呀，伫个遐心情艰苦，真白白啊！甚至有的人感觉讲，你也无爱做，我来做。好，甚至讲啊，这个咱摕到人的这 AZ 吼，是人迄无爱，咱是去食吼。人迄个国家互咱是人无爱，咱是去食吼。AZ 根本就无好，总是咱发现，伊讲无好，但是伊的身躯确实抢先已经去做啊。所以，互媒体讲，你说谎哦，你白贼哦。兄弟姊妹，咱看到这个疫情，敢若照妖镜，啊是啊。伫短短时间，咱敢若咱的心思意念都一直咧变化。咱念伊安尼，咱念伊安尼，咱敢若感觉哦，你说谎啊！总是说谎的人讲啊呐，毋是哦，我这叫做滚动式修正哦。啊，什么叫做滚动式修正？这听起来真专业。哎呀，滚动式修正就是有啊呐，有弹性，有弹性，有啊呐，有这个。会当小瞧一下，吼，这较好听啦。啊，若讲较白，就是安那打脸自己嘛。我之前讲过的话，总是我较尾啊做的安那，完全无共款。干嘛呢？滚动式修正是不是打脸自己？咱家己想看卖啊。干那这2个月，咱的心是毋是念伊东，念伊西，念伊我这边，念伊我迄边，念伊安尼想，啊，念伊阁安尼想。咱到底是安怎？也是有的人讲啊，这个滚动式修正就是，哎呀，做一步算一步啦，反正一直咧变化。那么看过真侪时阵，再去安尼命令后下晡啊就改，啊这是恁是白贼哟。兄弟姊妹，当咱咧讲别人白贼的时阵，咱来想看卖啊，是毋是环境无共款啊？也是咱的资讯搁较侪啊。互咱改变，互咱修正嘛？咱是毋是家己的心嘛共款？咱有伫个遐变动中间，咱的主拢无改变，总是咱互遮的咱想要爱的物件，咱掠掉的啊！咱去互伊忘掉的，去互伊去脏掉的啊！当咱想要一项物件，咱看到即马足侪人想要打疫苗，敢若讲要打迄个春的迄疫苗。干那剩咧就那1点仔，迄个管仔剩咧尔，要互大家来登记的时候，哇，有够侪人排队。当咱若想要一心一意想要爱一项物件的时阵，哇，你若想眠啊想，就是要想尽办法，就是安那就是要爱家摕到手。我若摕无到手，我就真艰苦。这就是人的欲望。总是咱若用对的方法无问题，总是咱若是用毋对的方法，亲像。咱看到新闻真济，头去做疫苗，打就空罚钱啊，15,000块，也是这个病院该做的，可能要罚到30万。咱就安那，规面拢倒灰啊！兄弟姊妹，咱的心真济时阵，毋是咱会当来掌握，咱真济时阵无对着上帝的标准，这就是咱的罪性，敢毋是嘛？自私、自利、自义，感觉家己才是对的，这个世界就乱糟糟。咱来明白，咱需要主，毋是咱的看法，因为咱的看法真济时阵拢无下上帝的标准。咱需要主的办法，咱需要主来帮助咱。咱才袂去犯罪，毋是干那阻碍咱家己，咱卖毒害别人，影响到别人。所以人的欲望、人的想法真重要，因为这个咱就无共款。看到去年，咱也是防疫的模范生，总是咱一个，甲今年咱彩色人生变黑暗，是因为这个看袂到的这个病毒，互咱规个拢改变。啊，那人呢？咱若是人有欲望得罪上帝，本来是下主心意的大帝王。伊是对少年用5个小小17、18岁，用5个小小的石头，就点死迄大汉人歌利亚。哇！大家都甲拍拍手，
讲安那扫罗抬死千千，即个大笔王啊，大笔啊，抬死万万啊！哇，已经过真侪年，终于坐到王位啊！坐到王位了后，敢若脑筋就换了位置哦。伊当做王的时阵，伊就无共款啊。安那无共款，因为伊的情欲拢走出来，肉体情欲。互伊本来是做王的，会当控制真侪人，做真好的代志，总是当伊互肉体情欲忘掉的时阵，伊竟然愿意做情欲的奴隶，互情欲来牵来行，得罪上帝。因为经文一开始就讲，这个年头的时阵，列王拢出去战争，代表了。伊落找即个约阿去，甲伊遮灵神，拢出去，因要安那，因抬赢即亚门人。亚门人其实就是即个，敢若咱最近咧读在家会主哥林多的教会共款，因遮的吼，人甲人中间的连接是乱七八糟啦，吼。就讲因足侪拢是即个败坏的吼，因即足侪即个行刚硬的代志。因伫遐太赢亚门人，总是代表无去甲因去战争。伫咧厝内，伫耶路撒冷，确实互即个奸淫所赢过。安那讲，有一天，伫要暗时的时阵，放完了，咱的台北才对面床起来。伫王宫踮遐扫来扫去，行来行去，对着即个厝顶，看见有一个妇人人咧洗浴啊，妇人人。哇，生做真水啊！兄弟姊妹，伫即个短无甲30字的经文中间，咱会当看见啊那？大笔做王了后，无去战争，无打击，困到下晡，可见伊暗时毋知咧创啥物，对无？咱嘛会知影，当伊看到一个人水，然后伊就有动作，叫伊来，搁叫伊去，搁叫伊来，安尼尔。无讲啥物，人的情欲毋免讲啥物，伊若家己真爽就好。代表咯，就找人去，来甲伊遮安那，互伊甲伊来同房，犯了罪，犯了上帝所讲的，毋通行奸淫，因为即个妇人人，伊是有翁婿的哦，伊的翁婿是伊的灵神，是乌利亚，是有翁婿，是即马咧去遐咧战争的哦，总是代表不管3721，因为我就是王啊，无你要安那？代表即个时已经，互即个情欲做王啊，伊宁可互情欲做王，伊会代表王，煞互伊牵咧行。那牵咧行，对目睭开始，兄弟姊妹，咱对目睭，咱的目睭。互咱看见真水的代志，咱心内就开始咧摇摇争想，讲若有摕到我呢啊好咧。咱看阿东甲夏娃，咱就知影。夏娃看到迄果子，哇，看了足水，流喙烂，然后搁较重要听到讲，这食了有智慧。所以咱人的目睭真正毋通黑白看，甚至毋通安那看，盯着看。盯着看，就是我要定你了。兄弟姊妹，咱有这个企图心过，如果是对的代志，咱会当全心全意。咱就是我要爱头前这个物件，总是这个若是唔对的，亲像代表以后情欲所影响，这个是唔对，是得罪上帝，总是代表无你管，我就是要爱。因为我就是王，我就是要甲提起来，所以伊就甲这妇人人同房，伊感觉我王，我想要爱，我就要爱，无是要安那。总是有一个消息来啊，妇人人找人甲伊讲，我怀孕啊，我怀孕啊，这个是上主互代表一个真大的。一个记号，该叫醒讲，你做的是唔对的哦，人是有翁婿的哦，但你做的即马，互世间人拢知哦，
全耶路撒冷的拢知，敢若你家己就是毋知哦。你好悔改啊！你说谎，你讲白贼，你爱悔改认罪，总是保罗伊是王，又气势，又骄傲，后迄个我办袂到的，所以伊无认罪，无打紧，伊阁用阁较济的计划。头一个计划伊安那？伊就想着，安尼，我来叫一个伊的翁婿转来，乌利亚转来对战场转来，甲伊的妇人人安那同房。9个月了后，伊的妇人人生囡仔了后，讲，哎呀，恭喜你生一个囡仔。总是咱知影安那，经文讲安那，这个乌利亚是一个安那忠心的奴仆，伊无愿意伊的一个同袍伫个战场内面咧战争，得罪上帝，嘛得罪人，伊就无转去。我当还无转去，比 A 计划无成功，当然搁较爱搁安那，搁较一步，另外一步是啥物？这代表就讲，来，你甲无转去厝诶吼，来，我的强的来，咱来斗阵来啉酒，互伊醉茫茫了，互伊失去理性，毋知影就转去，甲伊的这妇人人同房，安尼嘛会使达到目的。总是咱看到这个乌利亚，伊犹原无转去伊的厝诶，伊犹原伫路边，伊无中到这个代笔的计，总是代笔，伊有更较残忍的，咱知。甲 A 计划袂成 ，B 计划袂成，要安那 C 计划来啊！伊叫乌利亚讲无安尼啊，你要转去战场吼，来，我摕一张被互你，你这张被吼内面写啥物？其实乌利亚毋知对无？这张被内面写啥？要叫约押甲乌利亚送去上危险的所在，逐个拢撤退，互乌利亚死伫战场的。非常的残忍的，代笔想袂出来。乌利亚摕着家己要死的被去甲战场，伊是伊上相信的王，代笔伊忠心的王，竟然为着伊家己的罪，要来甲伊杀死。伊毋知影，总是死计划真的成功了，就是代笔。还了罪，再加一级。咱看到代笔是伊的故事，甲咱有啥物关系？兄弟姊妹，迄是古早的代志，无需你甲我讲这创啥故事一个，毋是安尼哦，兄弟姊妹，咱甲代笔共款，咱足爱一项物件，咱足爱一项代志来达到，或者是伫防疫期间，咱无好好对待咱的身躯，咱咧追剧，暗时拢无困，甲透早，甲代笔共款傍晚才起来。今仔礼拜咱嘛无，去用脏着啊！咱紧诶撤销这个记忆，希望无人发现。咱所做诶代志，咱就是无要承认，无要悔改，咱只有想着讲摕啥物来砍呐？若砍袂掉诶时阵，要安那？我紧米计划，去用掠包诶时阵安那？转移注意力，咱看咱即马媒体新闻，咱来甲伊拍开个看，敢若拢是即个 A 计划，然后过来就 B 计划，对吧？注意力，甲大家讲这个就是怎样啦，互别人去注意别项。本来人咧讲，一个城市的防疫疫调做了无好，伊就去骂中央，讲这个中央安那啦，甚至第三个安那甩锅嘛。我是受害者呢。你话这是男人都会犯的错啊！我想叫伊这个妇人人，迄个洗身躯外用得好，互我看到，迄是伊的代志啊！敢若亚当甲夏娃对无？亚当讲，这是迄主你创造的妇人人，你想赐互我的，伊摕互我食的呢？兄弟姊妹，咱是毋是嘛安尼？咱若是安尼，咱就得罪上帝。是毋是可能有你的秘密的代志？就亲像即摆广告咧讲，伫个疫情内面，尚无秘密的代志。敢若即个世代感觉讲有秘密的代志，来做毋好的代志是正当的，是应该的，
是吗？圣经讲毋是，因为无有一个永捌的事将来无显现的，无迄个秘密将来无互人知影显露的，无因为咱的主疼咱，若疼咱，伊就要责备咱，责备伊所疼的。所以当大卫伊犯了遮多，搁是遮尔严重的罪的时阵，主疼伊啊，耶和华疼伊，就找拿单先知来到伊面前，甲伊讲一个故事。讲有一个好野人，甲一个善乡的。好野人伊足侪牛甲羊，总是一个善乡伊的好朋友，伊干了一只羊啊，这只羊啊，伊对待伊足好的，敢若伊的查某囝共款。总是这个好野人，伊的好朋友来甲伊的厝，伊想要甲伊交代，伊需要一只羊。好野人无对伊的羊遮尔济羊甲牛中间摕一只来抬，却是看伊的好朋友，一个善乡人唯一的一只。干那即只羊啊，甲伊掠来抬，交代伊的朋友。大卫听到即个故事，心内就生气啊！讲我指着永远要好好来救抓，惊即个代志的人就死，就陪伊的羊啊死陪，因为伊惊即个事，是因为伊无怜悯的心。拿单听了就讲，即个人就是你。兄弟姊妹，这个人就是你，就是我。咱捌做过安尼吗？无人知。但是这个时主光照你，伫这个防疫、这个病毒的期间，主互咱安静落来，毋是无原因的。主来光照咱，互咱知影咱毋对的所在，伊听咱，伊就是要互咱来悔改、认罪，互咱无行安尼的歹，互咱有机会重新过来，互咱的性命毋是干那得救，互咱会当得胜。所以咱干那一步就是悔改，主就要来清气咱，互咱停止悔改，就是干那即个道一样。咱本来往即个方向的时阵，咱来停止，咱来 U turn。咱来是伫家的方向，咱来咱的主，安尼主要来，互咱清气。我错了，主恳求你赦免我。咱的主伊有赦罪之恩。咱三个来读即句真重要的话，请咱若认咱的罪，伊是真实公义，要赦免咱的罪，洗切有咱拢总会不义。是啊，主互咱机会，只要咱愿意认罪。伊要赦免咱的罪，除去咱一切的不义。悔改是啥物意思？就是活转啊！活转毋是是伫家尔，是咱的生活要伫迄个上悬的所在。啥物所在？是主的标准。互咱悔改了后，咱转到主上悬的生活的标准，互咱无搁伫迄个罪陷落伫罪的即个中间。就亲像大卫今仔经文所记话，主啊，恳求你赦免我，主啊，互我有清气的心，互我内面有正直的灵，互我打以后，互你用自由的心来扶持，来帮助我。是主要赦免咱，总是咱毋是干那安尼悔改认罪尔，因为咱会发现，真济时阵咱悔改认罪了，咱犹原搁犯。所以第二步，咱可能会小可爱较困难，就是咱爱甲人的面前讲，请你原谅我，我得罪你。这需要勇气，但是咱的主要互你有这个困难。总是咱要即马今仔日甲主认罪了后，咱要甲所有的人拢甲伊讲，我甲你讲，我甲你会相斗阵，所以安那嘛，请慢，恳求主，互你有智慧，互你知影要啥物人讲。你若毋知你要啥物人讲，你会使先牧师来讲，你的小组长，你信任的，互你甲认罪了后，你伊甲讲，恳求你来帮助我。毋是讲无一定要足大的代志，小代志嘛是啊。我无不断你伫食物件，我袂当控制我家己，也是讲我安尼看遐个色情的电影，也是讲我无尊重人，也是安怎？咱需要是到人的面前恳求来认罪，咱彼此来祈祷，咱通好得到医治。因为今仔日的经文讲，恁着三对认罪，恳求赦免、原谅，三体来祈祷，通好得到医好。咱爱安尼，咱才会得到医好哦。或者咱
下心内真正袂平安。拄着即个疫情，你会搁较无平安，你会搁较惊吓，惊吓啥物？你惊吓你去上帝遐，因为你毋知要安怎甲上帝当头对面。所以兄弟姊妹，刚好咱需要到人的面前来诚实来认罪。而且你会甲我讲，牧师啊，但是我迄阵啊骗伊，我迄阵讲毋对，迄实在是因为我为伊好呢。你敢无看圣经内面拉合？即个基路拉合，伊毋是嘛讲白贼，所以即个来藏匿这以色列的探子，说救足侪人啊，伊嘛是讲白贼啊，阁有，你等个月毋是则讲？即个摩西的妈妈，伊生囡仔讲白贼，毋才有法度来骗这埃及的士兵。圣经阁讲，摩西的妈妈是有智慧的女人呢。讲白贼头要紧，哪有要紧？兄弟姊妹，敢有要紧？咱来看有两个人的讲法。康德伊讲绝对的诚实，不管哪啦，你就是袂当讲白贼。康德伊的背景就是伊是伫个虔诚的家庭，伫虔诚的国家，拢无啥物大战。伊讲每一个人拢爱讲实在话。若讲看场所再来讲实在话，就失去讲实在话的意义。而且，若社会拢是亲像安尼，讲人看到人就讲人话，看鬼讲鬼话，安尼就失去彼此的信任。所以康德讲，绝对袂当讲白贼话，干那会当讲诚实话。所以你今仔日去，爱去甲人讲对不起，我对不起你的地方，不管迄个人会当承受啊，袂当承受，你就家庭革命吗？因的牧师要甲你讲，你稍等一下，请你祈祷，因为下骹即个人是我更较敬重，就是伊的世代真乱。伫2次世界大战，伊是足少人，伊就做神学院的院长潘霍华。伊为着希特勒伫即个迫害之下，伊德国人，伊感觉这毋对的，所以伊就甚至要刺杀。即个要杀希特勒是安那？伊讲，即个歹人，你若无甲互伊杀死，伊做更较济歹。所以当然，伊对即个讲白贼，伊就安尼讲。伊讲白贼袂当干那限制伫你想法，甲你的言语是毋是是矛盾的？毋是讲你是毋是一定爱一致的？因为咱所讲的、所做的，爱建立伫上帝心意的即个背景内面。就是讲，伫个适当的是上帝旨意内面，咱可能就无法度一定爱讲白贼。安怎讲？伫当共的时代，伊可能毋捌伊，总是伊嘛是共款，就是彭柯利。伊是纳粹之下住伫荷兰的一个家庭，因是改革中的家庭的，因有真虔诚的信仰。伊的爸爸感觉，即个德国纳粹对犹太人是残忍、不合神的公义，所以才倒来荷兰的人。伊就来甲伊窝藏伫因兜的内面，所以因讲足侪白贼，甚至阁贿赂。当然，你会知上尾逼空，因强掠去即个关。彭柯利为着要救人，因兜规家拢死，剩伊一个。兄弟姊妹，彭柯利尾啊，老的时阵，伊去教会做见证，伊讲我已经原谅遮个，当初伫集中营安怎甲我虐待，安怎对我无好的人，我已经原谅伊。做礼拜煞了后，有一个人就殷勤的对头前行来，伊讲彭柯利女士，我就是迄个军官，请你原谅我。兄弟姊妹，咱毋知影请人原谅是啥物事，可能即马，可能今仔日也是啥物事。牧师要甲你讲的就是，恳求你来祈祷上帝的事，毋是今仔日成功白讲，就是牧师讲安尼，我就较紧的来找人来认罪，请你原谅我。哇！牧师要讲的，请你爱祈祷，搁祈祷。你若是毋知要安怎来做，请你会当找小组长，还是找牧师？搁较重要，你祈祷上帝欢喜，互你知影。安尼咱就无搁烦。上帝要清气咱，互咱的心生灵拢得到清气。有一个还无结婚的兄弟，伊伫小组内面，伊足挣扎，听到因的牧师嘛是安尼甲讲，伊就承认伊家己的罪。伊伫暗中，伊拢咧看黄色的电影，甲一个网络，伊心真艰苦。伊认罪兄弟姐妹，大家接纳伊，为伊祈祷，嘛来帮助伊。
当伊来分享的时候，无想到共款伫小组内面聚会，另外一个姊妹来第二遍尔。伊回去了后，伊心情悲白，因为伊就是咧做性工作的单亲的家庭。伊讲：我的身躯是上帝的殿，我太通好甲伊摕来拉咱误会啊！我若甲大家讲我是性工作者，我的面要倒位去啊！总是主的信心来感动伊，透过这个兄弟的分享，过几礼拜了后，伊嘛诚心来讲，我做了才得罪上帝，恳求主来帮咱。这个小组就开始为伊祈祷。真奇妙！这个工作、迄个工作，伊先辞掉伊的性工作，甲头家讲我不爱做啊。了后，上帝就足侪机会，互伊对上清洁，互伊对上底层的工作开始。做起，甲起码也当做一个正常工作的工作者，无互伊的身躯来个污染遮的。遐弟姊妹是咱会感觉讲，敢若无可能，总是主要互你火淋做了，搁改过来，互咱的这个一生真正是山林，咱拢足爱零确诊的，咱拢足爱讲咱会当清零的，是伫这个段时间内面，主毋是干那要互咱清零尔，互咱的心灵是零污染。无哦，咱的心灵是零污染哦，毋是安尼尔。主要互咱甲罪恶是零接触。搁一个零是啥物？是咱甲上帝是零距离。几个零？3个零。看看魔术的手，3个零就是什么 ？OK。当咱若做到30，我们就 OK 了，好吗？互咱伫疫情中间，咱甲主会当来行一个无同款的人生的旅程，因主要来清洗咱的心，互咱斗阵来接受上帝对咱的拯救，咱嘛来信赖上帝对咱的引带。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诚实来到主的面前，咱要三个来唱这首歌，是主要甲咱得的，因为伊是以马内利的主，伊要将做咱随时的帮咱。咱的三个来唱以马内利的主。上帝要甲咱同在，荣耀的君王，我先你来唱歌。以马内利，风雨中咱有盼望，上帝同在，那互咱心会当得到平安。以马内利，上帝甲咱同在，荣耀君王。我心里唱歌，以马内利，风雨中有盼望，上帝同在，心地平安。荣耀荣耀荣耀，荣耀荣耀荣耀，你的大能无人通比。现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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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雨中多仰望你。咱搁一遍来。以马内利，上帝甲咱同在，荣耀君王，我心里唱歌。以马内利，风雨中有盼，上帝同在，心地平安。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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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荣耀无人通比。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荣耀中多仰望你。主啊，阮独独要来仰望你，
因为主你是阮唯一的依靠，主你是甲阮斗阵，永远拢甲阮伫地的以马内利的主。主，阮感谢你，愿阮的一生每一个时刻，特别是这个时阵，主啊，台湾人民因为印度变种病毒，互人的心更较白白，互人的心更较烦恼。主啊，你掌管。主啊，你会当清起阮的心，特别你来清起每一个你所听创造这世间的人。你无爱有一个人沉沦，你爱人人拢得救。愿这段期间，互阮知影，主，阮有罪了，阮需要你的拯救，阮需要你来帮助阮，会当悔改，互阮当阮的心离开阮的歹。主啊，互阮来找找唯一会当拯救阮的主。愿主耶稣基督拯救的恩临到伫每一个人，愿意接受主的人，互恁有拯救的恩。上帝听，带来永远的同在，互咱心灵得到健康，得到甲上帝、甲人、甲家己好好，以及生命中的支持甲引带。亲爱的信心真做保惠师，保惠每一个人，不管你伫什么所在。有主的平安甲喜乐甲恁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大无煞。阿门。兄弟姊妹，愿主赐福恁平安。今仔日咱的礼拜就到这，平安。